人们是谁让网友的平均智商、心理年龄在8到15岁徘徊？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9号，这一期咱们先聊一个话题就是最近网上经常有网友戏称或者网友总结说某某某配得上他的苦难，这个我想大家就经常听见这样的话。那么最近清华大学的这个刑法学专家教授劳东燕，他发了个微博说勿言某某配得上苦难，更要关注加害方。也就是前2天11月27号，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他这个微博他写他说我一直都不怎么喜欢配得上苦难之类的评判。他说例如说某某的认知配得上他们的苦难，某某的思想配得上他们的苦难，或是某某群体劳东燕说我总觉得这样的表达带有诅咒性，并且模糊了问题的关键，对受害一方过于苛责。就像落后本身不会导致挨打，关键在于对方是强盗，后者才是导致挨打的首要原因。在我看来，更值得关注的是加害方的过错，他同时反思被害一方这样的认知与思想究竟如何形成。过多的谴责受害一方的软弱或是无知，本质上也是设达观念的产物。强者自救，胜者渡人。这个劳东燕教授这段微博给人感觉就是劳东燕教授看透了人世间的善恶之后，一种悲悯之心或者叫宽容的胸怀，更加平视重视芸芸众生在我看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就应该有这样的胸怀。也就是说，不能对那些底层人士，对那些被误导，对那些认知就是没有达到一定境界的过于苛责。我举个例子当我们看到河南周口的那些妇女跟那个收割机抢那些芋头、红薯、玉米的时候，如果我们仅仅在那批判说这些农妇目无法纪、占小便宜、贪得无厌，那这个显然是对他们一种苛责，没有体现出你这个知识分子，对吧？你受了10几年教育应有的一种胸怀，对他们你更多的是一种同情。你直指背后，对吧？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要跟一个收割机去抢那个玉米，最后可能遇到伤害，或者是被撞伤、撞残，对吧？你不去追究背后的根源，而仅仅是说他们没素质，就知道贪得无厌，那反而说明你的认知还没有到位，对吧？每当你看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你是觉得很同情。如果他一天能挣200块，他是不可能去跟机器去抢那个地里的红薯，去捡那个黄豆散落在地上的黄豆他一天捡不了20块钱。当然了，我也能理解网上有很多网友生气去指责他们，主要的原因就是网友总是叫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你不能说网友这么指责没道理，他也有道理，但是我们要抓紧主要矛盾。如果这个人他好吃懒做，他有工作他不做，就喜欢去贪小便宜，那这种人当然要对他进行道德上的或者进行这个批评指责。但现在不是这样，当一群一群的人都跑到地里去捡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是社会问题，对吧？如果只是2个老太太去捡跟人抢，那是这人坏了。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苛求每个知识分子读过书的都必须有这样的认识，因为人的认知总是有缺陷，没有完美的人，没有圣人，我们不能拿圣人的标准要求每一个人，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对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圣人都是经过美化、打扮、修改，把它变成塑造成我们想象中的圣人。但是我们看问题还是要全面，我们既要看到这个时代背景，看到造成这个现象的背后的主要原因，但同时也不能放过对这些人，对吧？还有我们自己叫自我批评，对自己叫自我批评，对别人那就叫批评，对吧？指出问题。还是周口的这些老太太，虽然对吧这个社会经济不好，本来她恐怕在城里面做保洁，或者在工地搬砖，或者是在哪儿做保安，但是现在因为经济不好都回家了。但这个不是你去在那个收割机下抢那个玉米红薯的一个充分理由。这就是我的观点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双向奔赴。什么叫双向奔赴呢？就是我们总是说这个土壤不好，大家的素质不高，每个人没有觉醒。我们一方面要求，对吧，这个管理者政府怎么样，对吧？这一切经济不好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想要改变，什么叫双向奔赴呢？就是土壤要改良，但是政府也要改革。你不能说因为我们的土壤不好，所以政府改了也没用。任何改革最后都是功亏一篑，付之东流。你也
也不能说，政府不改，所以我们也能这样沉沦下去。我觉得这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坐在这抱怨政府，这也不对。就是要双向奔赴，就是作为屁民，作为土壤，对吧？也要自我净化、自我要求啊。那作为统治阶级，那他也得改，这叫双向奔赴，而不是互相背离。如果互相背离啊，那这个社会的裂痕呢，这个裂口就会越撕越大，最后与我们的愿望都是背道而驰。所以这里又扯到鲁迅和胡适之争啊。鲁迅更多的是批判人性，批判这个土壤，也是有一种叫怒其不争，哀其不幸，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那胡适呢，更多的是批评制度，批判的是统治阶级，对人呢是一种包容悲悯之心。我在以前节目也说过啊，我对这两种啊，我认为兼而有之。我不觉得鲁迅全对，我也不觉得胡适全对，对吧？在中国这个社会啊，确实是应该要双向奔赴啊。我们在指责这个底层，或者指责大家韭菜这个人性，对吧？这个丑陋，这个作家柏杨啊，他好像有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这个应该就以前比较畅销，我是看过的。柏杨他在书里面说，我们中国文化就是个大酱缸，就东北人做酱啊，还有或者是其他地方做酱油啊，那种大酱缸，最后什么东西扔进去都是酱。所以我们在批判人性的时候，批判咱们这种酱缸文化，批判儒家，对吧？批判这种叫民族性的时候，不能忘了制度建设。某种程度上，制度更重要，但是你在说制度的时候，也不能忘了这个人性素质，这个大染缸。所以为什么叫双向奔赴？你改哪一边，另外一边停滞都没用。历史啊，反复证明这一点，大家自己可以回忆啊，历史是不是反复证明，不停的循环证明，只改哪一边都不行，社会都不会真正好起来。所以要双向奔赴。我能理解啊，说这个人呢配得上他的苦难，说这种话带有一种怨气，带有一种恨铁不成钢。我们也不能否认呢，有些人确实配得上他的认知啊，他是一而再再而三，他就是不改。我们说啊，南墙是最好的老师，铁锤会教会他一切，但是事实上就有人啊撞了南墙他也不回头，铁锤锤了他还是爱铁锤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嘛，对吧？就像夹头以及这些正能量，即便俄罗斯反复蹂躏某个国家，他也觉得俄罗斯是可以依靠，对吧？还是要上杆子跟俄罗斯搞关系，指望俄罗斯为他遮风挡雨，那怎么办？对吧？事实在反复教育，俄罗斯跟大国签的几十份不平等条约历历在目，他们就是视而不见。几十份不平等条约，那就相当于他欺负了你几十次，但是他就是有人呢不记得，不长记性，不长教训，那你说怎么办？昨天咱们节目说了啊，一个叫什么杨毛月的，号称是北大什么研究生毕业啊，他嘲笑这些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那在他的观念里面，这些大学生就配得上他们的苦难。我们为什么要批判，对吧？这个杨毛月啊，网上的一片骂声呢，嘲笑他这种何不食肉糜啊，骂他这种错误落后的观念呢。但是我们也不要神化，不要美化，对吧？这个很多专家学者这个知识分子把他当做一个普通人，有血有肉，也会犯错误，甚至某些方面恐怕还很不堪。就像昨天那个向松柱对吧？讲的咱们总是以道德的高度站在道德制高点去评判别人，对企业家也用道德的大棒，对科学家也是道德大棒，这个是不可取的。这个劳动院教授说对这些人我们要反思，要认识到加害一方的过错。我在想我们一直强调在什么时代说什么样的话，在当下呢，我就更加支持胡适的说法，就在这个大背景下，已经不是底层人不努力的问题，也不是底层人愚昧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还是在那主要问题还是制度上的不完善导致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更多的去找制度上的不完善，显得不为可贵。10几年前在相对宽松的情况下，我们更多的是批判人性，对吧？也就是现在的年轻人说的，那个时候环境这么好，经济发展那么快，你都没有跟上，你能赖谁？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把矛头对准了人性，对吧？要自我提高，社会非常宽容，网上你想说什么说什么。10几年前网络那是畅所欲言了，对吧？你不要乱喊一些口号，非常宽松。所以我们要讲此一时彼一时，所以这个时候劳动院说的要重视加害方，就显得更加可贵。所以杨毛月这种批评大学生，嘲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大学生懒跟不上时代，这个就显得有些落井下石有些避重就轻，挥刀向更弱的人，对吧？现实生活中挥刀向更弱的人，我们都在骂他，唾弃他，鄙视他。实际上杨毛月就是网上那种挥刀向更弱的人。关于什么是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徐小年说知识分子是独立的批判者，他的使命就是批判，不是唱颂歌。大家看视频他讲的一句就是说你为什么讲话
总是和这个主流的声音是有差异的。其实在国际上对知识分子的一个定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义，就是知识分子他是独立的批判者他的使命就是批判，不是唱颂歌。唱颂歌不需要知识分子，唱颂歌的御用文人已经多如牛毛了所以你要说你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知识分子那你一定是独立的。你独立的不仅你自己会感到一种孤独感连别人看到你都觉得是孤独的，甚至是冷漠的，甚至是傲。你看，作为知识分子是吧？你就应该批评。那这个说的就更像胡适我们以这个体操运动员吴柳芳为例，这个吴柳芳最近在网上比较火，现在占据这个热搜榜好几天，大家对他的评论呢是两极分化。咱们已经聊过一次，我们假设一下因为我没看过体操比赛，吴柳芳他参加比赛的时候拿奖，他也有可能很激动，对吧？感谢组织，感谢祖国，披着国旗到处跑，对吧？对那个时候栽培他、培养他的这一套举国体制，他也是赞赏有加，因为他是既得利益的。那我们肯定认为这个举国体制体育不好，这个就是这种立场冲突。那现在吴柳芳他在网上搞这种直播谋生活讨生，然后遭到很多人的反噬，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给他来一句配得上这样的苦难，对吧？这是大家每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能这么说。虽然他曾经他也是举国体制的受益者，但是现在呢，他只是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跟普通大众一样。我们不能因为他以前说过什么或者做过什么，对吧？马上给他扣个帽子，活该，配得上。这个吴柳芳退役10年，当然我也没去调查我是看网上报道的，说他身高只有1.45米还是1.48米，就不到1.5米。这个我能理解这个体操运动员不可能人高马大，这也就是身材矮小瘦小，完了好像是因为受伤退役的吧？那人家现在在艰难的谋生活，没有伸手跟国家要，没有等着国家养他，这有什么不对呢？对吧？网上有那么多人攻击他，无非就是恶史事小，事结事大。这个无非也是鲁迅所批判的程朱理学，对吧？你现在虽然生活困难，但你也不能干这种事情，有损国家体面，有损国家荣誉。所以说在吴柳芳这个问题上面，我们应该看到，对吧？他这种舆论形成的原因，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攻击他？第二个，我们也看到这种举国体制对运动员的种种不公，因为我们只看到光鲜的那几个人，实际上他后面还有上万个，对吧？一个冠军后面恐怕有上万个人被淘汰，他们也是练了一辈子，啥都没有，一身的伤病。很多攻击吴柳芳的人，实际上生活比吴柳芳还要艰难得多，但是他们就天真的要求恶史事小，事结事大。人家现在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再花纳税人的钱，这个应该值得提倡。什么低俗擦边这些那是主观的东西每个人标准不一样，对吧？如果你觉得他低俗擦边，那你平台给他限流。难道这些人必须在澡堂里给人搓澡那才是正道？必须在街边卖菜，必须到码头扛大麻袋那才是正道吗？很多这个运动员最后的归宿有给澡堂里给人搓澡的，也有干苦力的，难道就是他们的归途必须是这个？要么就嫁个有钱人。所以说这个没有道理。还比如说咱们忽视的金融消费者，这个我们也经常说他们赔钱那是活该，配得上他们的认知。这个话说没错，但问题是你一味苛责他们，于事无补，他们一茬又一茬的茁壮成长，前仆后继。所以这回要批的那也是监管，某种程度上监管被这些金融消费者给绑架了，互相成就，他们真正的实现了双向奔赴。结果呢，这个金融消费者那是受伤更重这些金融消费者这个胡适稍微一谈，他马上就神龙活现的，马上就开始嘲笑别人那些不炒股的，说你踏空了。但他胡适一跌呢，他马上咽气了，也开始唉声叹气。所以你要说他这个叫认知配得上他的这个苦难，说得过去。但是我们不能忘了，造成这一切的根本还是因为这个市场它更像个赌场，还是你的这个胡适监管跟不上。胡适设立的初衷，他就不是说让你从中感受到这个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他只是让你去受刺激，那种赌博那种开盲盒带来的一种快感这就是劳东燕教授
他所说的不要轻言某某配得上苦难，更要关注加害方。我所想到的我的感触虽然无知愚昧是苦难的根源，但是我们还要知道这个无知愚昧是怎么造成的，是谁让民众无知愚昧，是谁让网友的平均智商心理年龄在8到15岁徘徊，是谁不停的在降智，对吧？为什么降智的言论在网上大行其道，大受欢迎，而开启明智的被限流？所以这些都值得深思当然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也要反省自省自由很可贵，但是不要忘了公平正义公正，在强调竞争的同时是真正的能够关注到弱势群体。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